学校开始休热，不少家长拢会带囡仔四界去佚佗。这观光景点的人是叉。台东地上新竹南寮拢有传一挂观光电动车，要互游客来骑。不过目前各地方政府是无一定有管理观光电动车的法规，所以讲立委就要求这交通部爱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指引。交通部是回应讲，2个月内会甲地方讨论。金门洲仔随风游，骑上电动车伫其中，就是台东地上北龙大道上大卖点。也毋过，遮尔水的风光背后，煞有时阵会传出难产的意外。连人参车规台倒头栽，直接插伫田底。四轮偏装电动辅助车的安全性欠统一规范甲管制。敢若2024年全国电动辅助自轮车事故件数就达到2325件，死亡24人，受伤2080人。也毋过，多数业者无营业许可，旅客也无投保受伤的时，无当讨赔。它会有高度的因地制宜特性，所以在法规定的时候，当初就设定在是由地方政府来做一个主管。那其中包括它的给证啦，它的规格。交通部是不是可以协调各地方政府在制定这些规定的时候，那我们当然知道各个地方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性，但是保险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应该都要有啦。偏装电动车和规律是其他慢车属于地方政府权责，也毋过全台目前只有金门、宜兰、高雄、彰化、屏东、台东有定管理驻地条例，而且有的规定爱定期检验，有的爱配备安全设备，各地方政府拢无强调。从登记到发给证照、规格、指定行驶路线、时间，甚至所谓的速度限制、安全事项跟其他管理事项都纳入到指引，甚至刚刚提的保险。立委林坤霞也要求交通部订定统一指引，交通部答应伫2个月内时间内评估地方的需求，研议讨论检视，订定统一指引，安怎兼顾观光甲行车安全，都等交通部提出具体方案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